只要你係女人，你要聽。一定嘅。你係男仔更加要知道呢個信息嘅。呢樣嘢就係每年你所有嘅女性嘅有個機會咧，係可以爭翻所有男人嘅愛翻嚟。不過你哋成日都錯過咗嘅，就係每年嘅9月同10月，因為係大閘蟹係最旺嘅時候。你記住咧，同大閘蟹有關。係啦，蟹咧係一樣好奇妙嘅東西嚟。食蟹嘅女人咧才有夫運，食蟹嘅女人咧先幸福嘅，食蟹嘅女人咧先至能夠鉗住個老公嘅。咁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根據2樣嘢去揾出嚟嘅。第一樣嘢就係以前嘅老師傅教我哋嘅。第二樣嘢咧，我哋再印證翻喺香港我哋身邊嘅朋友，發現咧中意食避風塘炒蟹嘅女性咧，通常嚟講佢哋都好多男朋友同埋個老公好錫佢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每年食大閘蟹嘅時間咧，能夠一個人食1隻以上嘅咧先得。然後發現一個秘密就係，如果你只係食1卡或者只係同人分咧，通常嗰啲女性咧個老公就同人分嘅。哇，咁大件事啊！所以你去一個人食1隻蟹，呢個就係一個女性能夠有幸福因call 得到自己老公嘅一個最重要嘅秘密。我擁有佢嘅全部。所以避風塘炒蟹係好大嘅，係香港女人嘅福氣嚟嘅。所以香港嘅女性普遍都能夠 call 得住老公咧，係因為個老婆肯食避風塘炒蟹。所以避風塘炒蟹係我哋香港人最偉大嘅食物嚟嘅，呢個係我嘅評。但係自從咧香港咧就衰咧，就將嗰個避風塘剷毀咗冇咗之後咧，係令到香港嘅婚姻制度啊同埋夫妻咧冇咁和諧，因為上咗岸啊，多咗好多小三。如果喺個海度正好嘅，所以咧你哋細個咧未曾經歷過咧，就去避風塘度坐隻艇咧出去咧，喺個艇嗰度咧，哇！哎呀乜記乜記去炒蟹，跟住咧之後咧又有人買水果，跟住咧又喺度拉翻隻粵曲嚟聽㗎。嗰種滋味咧係香港無敵。我而家都喺度等緊香港幾時可以重新俾翻個避風塘同埋俾翻嗰幾隻艇我咧。咁簡單嘅嘢香港做唔到嘅，我真係有陣時咧我好猛陣啦，係咪？我都想去。哎呀，佢都嬲到你問啊！香港嗰度唔知做乜鬼嘅，乜鬼我哋香港啲好嘢全部冇晒，都唔知喺度搞緊乜鬼啊！原來就係香港咁簡單啫嘛，你整翻個避風塘俾翻個幾隻艇喺度啫，都做唔到。呢個係香港特色嚟㗎嘛。哎呀，咁所以蟹咧本身嚟講咧係好大嘅。喺台灣咧有一間咧係近呢10年冒起嘅一間咧係賣嗰個叫做即係牛肉乾、豬肉乾，係好似塊紙咁薄嘅，叫紙牛肉乾，紙薄牛肉乾。即係半透明。嗰間鋪頭咧，我特登去參觀佢嘅時間咧，見到佢收銀櫃嘅上面咧擺一隻蟹嘅模型。係咩？係啊，佢有人指點佢擺隻蟹嘅模型，所以咧佢嗰個老闆娘咧係好犀利嘅，就係賺好多錢之外咧，佢老公唔喺個鋪頭㗎，老公去咗旅遊㗎，但係佢可以鉗制住個老公㗎，而且揾到好多錢咧，因為買嗰隻蟹。所以蟹咧又係叫甲木，喺八字上邊嚟講咧，蟹係同甲木係代表住一個陽性嘅木嚟嘅。所以我咧就喺呢度咧係叫大家做少少實驗啦。咁啊，所有啲太太團，你試下問下自己，亦睇下身邊嘅朋友，嗰啲未嫁得出，或者咧係未有老公，或者咧個老公係好麻煩嗰啲太太咧，你研究下佢係咪真係佢唔食蟹嘅咧咁？調翻轉頭你又研究下，係咪身邊好中意食蟹，仲要一個人食1隻嗰啲咧？係咪佢好鉗得住個男人住，同埋好有夫運喺度？大家試下。睇下呢個嚟咗講法之後，由你喺你身邊嘅朋友裏邊去尋求下呢一個嘅講法是否有道理。